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79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創造空間。我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好有趣，好有活力，好有安全感，好有親切感，好有耐性，好溫柔，好有趣，好有堅持，好有自律。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老公陪我玩，好感謝我媽媽，佢有好多節目，好感謝我嘅朋友陪我一齊慶祝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活活潑潑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有趣。啱嘅目標係同你玩，有狗，因為目標係同你有咁樣啊，同你玩，我覺得好開心嘅，可以諗下目標，可以聽到目標可以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有趣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埋完啦，拜拜。